根据媒体报道，讲这美国和中国军舰车衫出现在太平岛附近，这局势真紧张。就立委建议讲，这海军陆战队就要派军队去到太平岛。国安局长蔡明干表示，这实际状况都要评估过。那海巡署也讲，太平岛的码头整修工程特别结束了，所以会有较大型军舰会去到太平岛。 南海情势继续紧张。根据边媒体报道，美中军舰车衫出现在太平岛周边12海里附近，周边更加出现大批敢若像渔船的中国民兵船，虽然无进入6000公尺限制水域内底，不过也是引起当局警戒，经回报本岛电海战情。南沙太平岛周边海域船舶动态，本署协同国防部军人有效监侦，对各项状况备有应对方案，且依现有能量可有效应处各种突发状况。 立委建议政府考虑海军陆战队回防太平岛，提升核阻力。国防局长蔡明干讲，必须评估实际情况，以免真做相关科学紧张的指标。现阶段因应方案是会陆续部署较大的船舰。 部分就我们的理解，海巡署它还是有规划它定期的相关的巡弋了哦。然后现在一些比较大的吨位的船舰也会陆续部署到南海地区来。全太平岛港边乌侵加码头修理工程，即要到一个勘站。 港边防水闸门安装验收透动，海巡署讲，这sẽ大幅提升咱国南海人道救援的能力。水电设备整修完成了后，会使甲700栋的巡防救难艇派登来太平岛登记驻防。当然，这都是机密没有细部的哈。那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，就可以让我国的大型巡防舰，例如4000吨级的，可以直接就是靠码头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下卸，还有物资的补给。 苏志芬讲，支持政府增加伫太平岛的扩建的计划，像是跑道延长，唔会使提升运输机的作业能力。同时，让咱国主力的机队必要时要跑道操作，更加重要是对台湾保卫领土必要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